喂，大家好，歡迎嚟到 Cantonese Podcast，我係 Jessie。今日我哋講下英國街頭最經典嘅 cafe 食物啦。英國街頭到處都見到啲 Greasy Spoon Cafe，即係啲做食小茶餐廳，玻璃窗有水蒸氣，入面聞到陣陣煎豔肉味，成日坐滿本地人。呢啲地方係英國文化一部分，無論早餐、午餐定下午茶，都好多經典菜式。首先，當然要講最大名嘅英式早餐 （Full English Breakfast），又叫 Fry Up。想象下，一碟粗大碟上頭，有太陽蛋、煎蛋，黃要露出嚟先正，好七 back bacon， 唔係美國嗰種 streaky bacon。豬肉腸、煎蘑菇、烤番茄、格豆、baked beans、卡汁豆，有時仲有黑布丁 （black pudding）、豬血腸、咁緊事、多士或者炸麵包。依家好多地方仲加埋 hash brown 薯餅。呢個早餐好地食，好飽肚，專為雨天英國人客計。調查話英式早餐一直係國民最愛，仲有 all day breakfast， 即係成日都可以食，下午3點想食都得。如果唔想咁重口味，快速又平嘅選擇就係醃肉三文治 bacon buddy bacon sandwich， 2塊號白麵包夾住幾條煎醃肉，淋少少卡汁，佢哋叫 red sauce 或者 HP brown sauce， 簡單又香粗正，尤其係宿醉或者落雨天，近速工人、辦公室職員、學生都鍾意食呢個。講到英國 cafe 嘅早餐三文治，又點可以唔提 sausage bap 呢？中文可以叫做腸仔包，流行程度同美國人嘅熱狗差唔多。呢個係另一款超經典、好受歡迎嘅選擇，尤其係 Greasy Spoon 或者街頭小店，好多人都鍾意叫。簡單嚟講，就係一個軟軟嘅圓形 bap， 即係英國式鬆軟白麵包卷，好有彈性，吸汁一流。夾住熱辣辣嘅開邊豬肉腸 sausage， 通常係將腸仔對接看開一半，煎到金黃脆皮，加埋少少牛油 HP brown sauce 或者卡汁，咬落去豬肉汁爆出嚟，配住 bap 嘅鬆軟口感，超滿足。仲有一款升級版超受歡迎嘅，就係 breakfast bap 早餐 bap。除咗腸仔之外，加埋煎蛋、鹽肉、hash brown 炸煮餅、black pudding， 甚至 cheese， 變成 mini full English breakfast。但我自己覺得最經典嘅都係全 sausage bap， 平邊正、開手又夠飽肚。尤其落雨天或者揀時間，拎住個 sausage bap 加杯 English tea，行街都覺得自己係正宗英國人。如果你鍾意肉多啲，唔想太複雜，呢個絕對係首選，試過一次就上癮啦。午餐或者小食時間，有啲 cafe 入面好多 sausage roll 同 pasties。Greggs 呢個英國老牌連鎖店，每年賣幾百萬個 sausage roll。熱辣辣燒皮包住豬肉丸，咬落去好滿足。仲有 jacket potato 大個桔煮，派開放鹽，加芝士同桔豆 tuna mayo 吞拿魚照沙律醬，或者 chili con carne 即莫斯科辣肉醬等等，平熱飽肚，好受歡迎。另外，英國 cafe 仲有一啲輕涼啲嘅經典小食，就係 beans on toast 格豆多士同 cheese on toast 芝士多士。呢兩個係超級英國 comfort food， 簡單到爆，但超受歡迎。尤其係 Greasy Spoon 或者大索星宿舍都係成客。想象下，2塊好好嘅熱多士，搽咗 butter，
上面淋滿熱辣辣嘅 Heinz Baked Beans 茄汁豆，甜甜閃閃，豆粒軟軟，汁多到流晒落嚟，咬落去多士脆脆，豆汁吸晒入麵包，暖嚟嚟又飽到。好多人話呢個係最平、最快、最抵食嘅一餐，早餐、午餐甚至宵夜都得。歷史上係因為二戰披紀時期推廣，而家仲有43%英國人每星期食 baked beans， 好多時就係配多士，加少少 grated cheese 或者煎蛋上去，就變成升級版，超正。如果你想試英國人嘅嶺人美食 ，Beans on Toast 絕對係入門之選。食完覺得自己都變咗英國人啦。而另一個簡單但致命誘惑嘅 Cheese on Toast 芝士多士，英國咖啡入面好常見，尤其落雨天或者想食熱辣辣嘅時候。基本版就係好片白麵包，搽 butter， 鋪滿 grated cheddar 或者 cheddar 加 mozzarella 混和，放入 grill 或者 oven， 吉到芝士湧晒，起泡，金黃脆邊，咬落去內脆內軟，芝士拉實超滿足。有時仲加少少 mustard、Worcestershire sauce 或者黑椒提味，變得好相扣。有啲咖啡會賣 fancy 版，加番茄、火腿或者 onion， 但最經典就係全芝士多士，平邊正、暖胃又開心。係倫敦或者 Liverpool 一啲小店，呢個係 best seller， 好多人都話係最正嘅 comfort food。如果你鍾意芝士拉食嘅畫面， Cheese on Toast 食環保證上陣，配杯英式奶茶就完美啦。英國咖啡甜品有 Victoria Sponge Cake 維多利亞蛋糕，夾住果醬同芝蓮， Lemon Drizzle Cake 檸檬蛋糕，好窒軟又酸甜， Carrot Cake紅蘿蔔蛋糕加 cream cheese frosting， chocolate brownie 朱古力布朗尼超濃郁，仲有 scone 英式鬆餅夾 clotted cream 同士多啤梨果 jam， 雖然查實多啲，但咖啡都見到。冬天就推 sticky toffee pudding， 暖嚟嚟海綿蛋糕淋 toffee sauce，加 custard 或者石膠，暖胃又幸福。而家 High Street 好多連鎖 ，Costa、Cafe Nero、Starbucks、Pret a Manger， 佢哋加咗好多現代元素 ，Toasties 即係高級熱三文治 ，Stuffed Croissants、Stuffed Croissant、Muffin、Flat White 咖啡等等。但鹽肉卷同 all day breakfast 都仲有得賣，仲有 fish and chips， 有啲草式咖啡都賣，譬如 mushy peas 即係青豆蓉，話 garden peas 即係原粒青豆，點 tartar sauce 嚟食，係英國 comfort food 經典。呢啲食物有咩共通點？就係舒服，唔裝模作樣，專為嘅生活而設。係呢個 avocado toast 同 matcha latte 嘅自帶，傳統英國咖啡提醒我啲，有時最精嘅一餐就係暖嚟嚟、飽到實實在在嘅摸啲。所以下次去英國做一餐時間嘅地道英國人，揾間正宗咖啡啦，叫個英式早餐，或者至少一個鹽肉三文治加杯濃茶，坐低聽本地人吹水，感受英國日常文化。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你有最愛嘅英國咖啡食物，或者去過邊間 Greasy Spoon 有故事，記得留言話俾我聽，我好想知。多謝收聽，下次見，Keep hungry 啦！